亚博嘅有注意到，报纸韩国电视上都有讲到日本封杀食品会进口来台湾的亚嘅消息么？他人闹到用自己嘅，不过越讲就越看唔真，嘛该系真相。今日社会事件簿就要邀请你好好嚟讨论，向下嚟了解亚件事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向日葵，分享曙光礼拜的社会事件簿。大家都有必要，要发现而家礼拜流传的假球，当冇强调，现场人多嚟当到，同埋做薯片5届社会，来后背3届假招，同埋真薯片系2届贴片来宾。做乜嘅日常记者系因为根本嘅讨论嘅主题非常嘅专业，所以大家都新闻当中就谈到政府系咩？来开放来自日本核载器的食品，来解答你人类的问题。我哋今日差唔多提醒同埋真薯片呢，系来自妈妈监督喺田场里面的王嘉玲王先生，王老师您好。大家好。各位大家小解系来自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张部少张教授，张教授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为咗了解讨论了解主题，当然除了政府当局嘅讨论系咪开放嘅时间点之外，还要将时间拉转到5年lang之前，是日本东北嘅3.7大体统。到底解从体统之后改变你乜嘢？看我哋关心呢礼拜嘅主题，日本载器嘅食品，买什么？5年前的3月10日发生的乜嘅事情，你还有印象冇？近日日本发生的瑞士规模9安泰嘅体统，体统过后引发海啸，全国大约有13站了岸过。福岛第一核电厂因正几百亿载海输送到当地海，还发生爆炸。当到第二gang嘅辐射物质就对核电厂散出来，嗰啲辐射物质扩散到环境都好，唔但止空气都好油，还流到海流度。每天的雨水污染的环境，对今日显示全世界年度受见的几大位生产的食品，包有辐射污染么？日本3月核载过后5年内，台湾都不准进口核载附近的嘢农五毛产品来到台湾。不过也按多年来，日本政府竟要求台湾解除压航命令。面对安尼嘅压力，政府派呢几下厂嘅公堂费。不过大厂都其中嘅万几多位抗议民众，反对同支持的人喊上大比赛。看到安乱的场面，民众其实当义父你唔掉样嘅实账号，各讲各嘅电到会有喊卡到嘅误解。所以大家对开放日本核载器嘅食品进口来到台湾，社会嘅乜解呢？今边嘅访问嚟下嘅社会韩国他人，向下嚟谈看啦，佢哋係樣嘅講嘅。我会担心日本进口的食品进来台湾，是因为核在它里面的一些辐射呢，吃下去会对身体不好。我们就是会怕的，妈妈说那个不能吃。应该不要开放，因为我们本地的很丰富啊。至少我周边的朋友，大家的反应是认为说，是坚决反对。小孩子生出来那么健康，他不应该受到这些外在的食物影响健康，所以我会担忧，一定会答。我觉得可能平常会吃的东西就会看产地，然后其他可能就会避免购买日本的东西。产地标示是一定会看的。那目前像我在上海工作，我日本料理店我就不敢去吃了。就是知道那新闻的时候，突然就是也想到说，如果进口有问题的话，那以日本的那种严谨的态度，那他们出口是表示 OK 吗？所以就是还蛮多疑问的。那这期间对于食物方面的话，我觉得会多一些考量。看到呢位，大家可能會好奇，2021年3.7大體統到底下5年lang嚟，做乜最近討論到貼片能力？當然是因為政府最近準備都家討論而開放嘅相關議題。估計時間表有辦專業，來，這些人小解一下。这个是核灾区食品开放来台的时间表。政府评估开放的时间是10月7号，然后11月12号到11月14号连3天。有10场的公听会，到了12月15号，陆续爆出了37项
核灾区食品闯关成功，下架数量50316件。到了隔天12月16号才宣布暂缓。现在我们在讲开放4个县市，其实讲当初发生事故的是在福岛，所以福岛是不包含在内的。福岛的食品不在这一波讨论要开放的这个目标，所以其他4个包括群马、枇木、茨城、千叶。我们看到我们比较熟的，之前我们做营养午餐在东京，它的相对位置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有一个轮廓。我们看到就是这么多的民众，尤其刚才小朋友们还有大人们都有一些疑虑。现场的小欧其实也有你们所关心的面向，比方说柚子，对于核灾区食品是不是要开放来到台湾这件事情，你会想要关心或是好奇的是什么？请问一下，那个福岛核灾已经5年已经过去了，那大概过几年才会被大自然吸收，才不会有那种有害人体的物质存在？可能电厂释放出来的放射线核种或是辐射呢，种类蛮多种，有蛮多的它的时间都非常短，几秒钟就不见了。不过有些是蛮长的时间，比方说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在这些污染地区的环境还有多少铯134、铯137、钴60等等，这些时间很长。比方说铯137 30年左右它才会蜕变一半，减少一半，所以5年多来呢，如果有铯137在这个环境里面，应该到今天还有一些。所以我们对这个辐射曾经污染过地区，为什么要长期的关心？是因为有一部分的放射层呢，寿命很长。辐射物质在测试业经过一步嘅衰退变化，对人类嘅空间影响都会见来见细。不过加到我嘅时间都冇控用，而小睇一般嘅影响力，电132长为8年，铯134为6年，铯137系为30年研究。係講長時間接觸亞到輻射物質，可能會發燒、鍵盤、前厲害，可能會受到癌症。老師，不好意思，我想請教一下，就是這樣子的輻射啊，對於那個核災區的食品，它是怎麼影響的？這些放射層呢，本來是在核能電廠裡面，因為爆炸而飄出來，那麼在這個福島縣掉落非常的多，所以福島縣曾經嘗試把這個比較表土鏟掉，不過這個問題當然要很長時間能夠解決。其他的市縣或者其他比較遠的地方，當然量少比較多。那因為它掉落在這個環境裡面，有時候在農田，有時候在水池，有時候在植物。那我們如果去經濟性的食品去種植的時候，當然有可能把土壤啊、水這些東西在成長過程還是吸收到這個食品裡面。麥類啦、茶類啦、香菇類啦，間接跑到我們國內市場，這個是我們關切的地方。福島核災過後，日本政府用嘅多種嘅方法來處理輻射物質，其中一種就係同受到污染嘅能源，也未含有各種嘅廢棄物，進入像安尼嘅污水太多嘅度。核災過後嘅25年，有2萬人嘅工業，大約對100萬嘅籃球場嘅土地項整理出來嘅。另外一種係核災過後嘅台灣人一天，喺福島看到鬧嘅葵花，就會按到科學家就會聲音，指定用葵花來吸收能有毒性嘅輻射物質來降低污染。想請教教授，台灣的食品輻射的容許標準真的夠嚴格嗎？基本上每一個國家，它針對輻射線，尤其是人工輻射的部分，一定要想辦法去管理。那台灣的標準要定到哪裡？最好是跟國際先進國家很一致是最好。一方面，我們也不會過度保護，也不會太鬆散。那目前台灣的標準呢，應該是每1公斤的食品，在某一類食品裡面，它所含的貝克數，貝克是一種放射強度的一種單位。那我個人認為台灣的標準是定的是 OK 的，是符合國際的潮流。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是，我們台灣的特色很特別，我們跟日本很接近，我們在文化經貿上，食品很多這個日本的食品在我們國內，我們當然要定一個比起別人嚴格一點。像美國、歐盟都沒我們嚴格。對，因為我們跟他關係很近，
为了保护人民，我们有道理严格一点，可是我们不能严格到所有食品都进不来，那老百姓会生气啊。所以我想，我们比美国的一致或者是严格一点，我觉得有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考量。第3位是 JJ 的问题，对不对？你有什么要问2位老师的？就是说，在自然界里面也有辐射吗？这个是不是？这个自然界当然是有辐射。远远就看到你今天有带家伙来了，原来现在派上用场。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辐射，然后这个侦测器，那我们可以看到，而且会听到说这边有一个仪器，这仪器告诉我们说，现在你我所在的位置呢，大概是每1个小时0.1个微熄火，所以我们现在的环境就有这些辐射。现在很多民众呢用这样的机器可以了解他们所在的环境，所以现在我们是在游离辐射的环境里面。这个游离辐射从几亿年来它都是多多少少这样子，可是它从哪里来呢？从我们的地板，从我们空气里面，从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部分，还有很多食物里面呢都会有这些游离辐射。那这些游离辐射跟我们呢已经共同生活很久，实际上我们也需要这些游离辐射，它会造成我们和平稳定的这个突变我们会不然大家都长得一样，那很麻烦所以演化里面也需要一点游离辐射。可是后来因为有人很聪明，科学家就创造更多的这个人工的辐射，我们叫做人工的放射线。那这个在100年前开始有这么多。有核能电厂又发生意外，就制造更多的人工的辐射，还有军事专家制造核武去做试爆，也增加很多我们的人工的辐射。所以实际上我们真的要很关心是人造的辐射这一部分。天然的辐射它跟我们相处一段很长时间，也应该是还 OK。就是豪西佛跟刚才那个进口来台的食品的那个单位好像不一样，好像是什么贝克之类的。那这2个差别到底在哪边？你是资优班的学生所以呢，贝克呢是食物里面所含的放射性元素。可是我们为什么叫熄火呢？熄火是我把它吃下去之后呢，经过身体的代谢消化，留在我们身体，因此得到的放射的吸收剂量，所以叫做熄火。好，那它中间有个转换，为什么呢？我不会把所有吃下去都留在我身体。那我们在定熄火的时候，就是以吸收的剂量，而不是它放射线暴露的剂量来做一个差别。除了台词业本单就有嘅复杂，这国际复杂防腐组织的标准，当然人会增加嘅复杂量总唔得超过1毫西弗。而食品复杂含量嘅标准就会对下来嘅。第一阶段非常感谢大家热烈的提问以及2位老师的解答。先谢看一下，等下就喊到我问题，然后就来我哋进行先看一下2个时候，去到核能研究所推你看到乜嘅，看来看2礼拜嘅社会太天冲。对国外进口嘅食品或对无共用嘅素材来到台湾，基隆港、高雄港、桃园国际机场都系当重要嘅台门。政府就会派人到亚洲素材对进口嘅日本食品当中抽出样品来做复杂检查。到新竹以北本人出到位，被送到桃园核能研究所；新竹以南嘅就被送到高雄复杂检测中心。现代小记者位于桃园的核能研究所。这些是我们买的来自日本的零食。在吃之前，我们想体验看看里面有没有辐射残留。Zero 思天府 ，Let's go！ 这间就是我们平常在做食品检测的这个实验室。这4台呢叫做伽马能谱分析计测系统，就是检测食品中的这个伽马射线。这一个大概有10几公分，这10公分是铅，关起来呢是可以把外面的辐射线隔开。增减器呢要泡在那个液态氮
它要降温，降到零下196度，它才会作用。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辐射就是在食品里面，然后你如果不把食品弄开，你就不能发现辐射，会不会有那种情况？基本上不会，伽马射线可以穿透食品，它不会躲在里面不出来，你放心。撒了2.1000 ml 就会低有速度辐射污染物。这里是它的能谱，就是说它会接收到里面的一些讯号。你看，它没有分析出来任何的放射性核种。那从检测结果来看呢，你带来的饼干呢是 OK 的，没有含人工核种。好，秀秀检测结果也出来了，那我们看一下，没有含人工核种，可以安心的吃。也算没事，好，没事。可是呢，不能吃太多，会蛀牙。对不对？我已经做过一次了。成入式杜康有一包茶米，呢度加嘅對菌類埋進來嘅輻射物質，否則攞佢冰到機器杜康，短陣就測出嚟有輻射物質是137。這些是今天從基隆港寄來要做檢測的食品。這個是海帶，這個是糖果，這個是果凍，這是番薯，這是咖喱，這是蘋果。今年1到10月底對日本進口來到台灣的食品，大約有12萬片。衛福部是有數據講，傳染的比例係15%。除了被抽驗出來這些樣品之外啊，如果就是沒有被抽驗出來樣品有輻射的問題怎麼辦？基本上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發生的，但是我們實驗室呢是針對送來的樣品做檢測，只針對這些樣品負責。把這些檢測的結果呢，報給這個委託者，也就是衛福部。因為以前沒去過實驗室，所以我覺得實驗室應該是很大，需要很多人手，然後應該是機器很多。可是沒想到到了之後才發現，地方也沒有很大，然後機器只有4台而已，又不需要很多人手，只要1個人就可以。我覺得機器可以再多一點，這樣就可以檢驗更多的食物。這樣就會減少我們對吃到不好的東西的風險。如果剛剛就是檢查這個糖果有問題的話，我想我還是會吃的，因為第一個是因為黑心油，因為之前我也吃過黑心油的產品，然後也吃得蠻久的，然後後來才發現這是黑心油，但是我覺得我吃好像也沒怎樣，就是沒有身體上的病痛之類的。這是今天透過檢查的食品，那我們就開動嘍！來，張教授，我剛才看了這個秀秀跟 J J 去那個核研所，我有一個好奇，他們把那個食品放在那個大鐵桶10公分厚的那個檢測器裡面，然後您剛才一開始有用這個，我們剛才有試着測了一下香蕉，所以。究竟食品的檢測跟您這個儀器，它彼此的這個使用上的區別在哪裡？那個核研所的機器基本上相當敏感，為什麼用很敏感呢？因為就像食品裡面的含量一點點，我們就很擔心，所以要很敏感的機器。這個是做環境測量，是一個初測，有點叫做快篩，所以我們不合適拿着這個機器就到這個超商到處去測量，因為呢，大部分情形。即使它有一點輻射，你也是測不出來的，所以用的機器不一樣。那個東西是用在食品上的測量。那我這樣問，如果有一些家長他一直都很擔心，他看了我們的節目，看到哇張教授手上拿那個東西好像很好用，他也去買了一個。其實老實講，對於檢測輻射這件事情幫助不大。沒有，不恰當，不恰當。因為買那個機器，你以為它可以做什麼事情，其實對食品的檢測完全沒有幫忙。OK， 如果甚至會產生誤以為它很安全。那這個所有的檢測，不管是這個，或是我們剛才看到你們去那個，都是一個把關。那關於把關，其實我們最近也在新聞上看到，好像讓民眾有一些擔心。比方說，好像秀秀就有一些親身的經驗，對不對？就是右上角有一個火鍋湯底，就是我就是有一次去買個東西的時候就看到這個。然後呢，那時候因為我就走過去嘛，然後因為我並不是目的，並不是去買湯底，但是我瞄過去，所以現在看到就是它其實是從福島來的，然後現在我就還蠻嚇到，但是現在應該已經下架了。然後所以
除了刚才秀秀亲自有看到之外，还有最近传出有几个食品，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一些，就是我们讲我们是最严格，可是还会有最严格之外闯关成功，那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些状况？其实。回到这个我们在这个食品安全的把关上面，确实辐射食品或是我们说核灾区的食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是第一，我们不可能说那没关系，我家有钱，我花5万块，我买一个机器，我觉得我很担心，我买每一个东西我都去测了没有，我安心才买回来，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或者说好，那我不能用这个测，那我每一个要吃之前，我就把它装一个袋子送到核研所去，花2000块请他测，这件事也不可能发生。所以说到底呢，这个辐射食品或者核灾区的这个食品的把关，或日本进口食品的这个把关，是要我们的政府帮我们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集体的把关。所以，之前讨论这件事情，不只是现在哈，就是今年11月、12月发生这个有那个，事实上5县市的食品不能够报关，他们应该都不会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货架上，不可能出现在你跟我的餐桌上。但是他们就跑进来了。如果我们大家印象深刻的话，2015年也出现过一次，对不对？而且事实上这里面还有累犯。有同一家公司，当时有一个我们称为那个日本进口食品的伪标或是改标事件。事实上5县市不能进来，他用5县市的这个食品，让他另外篡改标签进入台湾，然后不晓得多少人吃到。同样的一个公司在这一次还是被抓到，中间又牵扯到我们的管理把关的问题。然后事实上显然就是有漏洞，在这个漏洞没有补起来之前，也许真的就像我们的行政院长说的，你这个漏洞都没有办法补起来。现在我们不要谈下一步有更多的开放，而是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漏洞好好的填补起来之后，我们才能谈其他食品的问题，也才会有为什么12月16就政府宣布暂缓这些区域的东西进来。我追问一个问题后，在大家之前，刚才我们一起看的那个影片，然后我们听到秀秀，他就讲说，纵使那个他们这样讲，我还是会吃。你可不可以先讲一下，你是根据什么？为什么你坚持要吃？因为其实，在那个 VCR 里面，就是影片好像没有提到说，我们有去问那个科长，然后科长说，其实少吃不会怎么样，吃了还是会长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没有关系，因为他其实是说，不是说里面采过来的9万多件里面都没有吗？那这样其实9万多件里面的话都没有的话，那可能更多件，比如说27万件之后，只会有1件，那这样也会吃很少，也不会吃很多，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究竟是可不可以吃？对我来说，这个确实就变成我们个人的选择，所以秀秀很清楚哈。你觉得说，那我听到了科长叔叔说只有吃到很少，所以你的风险选择就是说，应该也没什么关系，还是可以吃。对，这个是你的选择。那对于我来说，我会觉得，如果有的话，那我宁愿不要吃，因为我还有好多其他的食物我可以选，所以我想要去吃比较。我觉得没有什么风险，或相对来说我知道已知风险比较小的，我会去选择，因为钱在我的口袋里，我可是辛苦赚来的，我为什么要去买可能会影响到我的身体健康，或者可能会影响到我小孩子身体健康的食品？这个确实是我焦虑的。老师，我想这个同学们需要了解，因为这个社会上是有风险的，就像我们背景有辐射一样。我觉得在教育里面，我们蛮需要让同学们学习。它有清楚的脉络，不是说你一定不能做，只是风险永远在选择。很可惜呢，我们现在国内的食品产量越来越少，我们70%的食品从国外进来，是表示说我们的食品的行为很多100次里面70次是要去想说，我要吃这个，要吃那个，吃那个。今日短短半點鐘嘅時間，當感謝兩位專家、輻射專家，還有各位小朋友啦家長嘅問題，透過對話、透過小解，幫你很難進一步了解。多謝謝日本係早起，本係時間5章，幾條視頻係講正經，入到台灣人最起碼Andy講，佢係乜嘅，唔是安小麗，人家風險嘅乾空越用伴奏，希望天氣條件嘅觀眾朋友享用也有好多喎。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下周禮拜6晏午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是天普，拜拜。用台風來唔切數嘅散戶，90度後跌到以內也就係結束。
也都都是福岛第一核电厂顶顶远20公里内的世界。人类可以留下嘅最高嘅动物，江中人从春出蛋就以3年整到一个本人天平去的世界，来照顾一条故事嘅生命。为什么小孩子不可以做爱？我觉得啊，就是说，因为他的身体还没有准备好。我觉得啊，可能我觉得做爱的情况底下，应该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自认吗？自认吗？自认，当然可以跟别人去讨论。